台南开春第一批的家具名称展览，也至北中南4间厂商3月24到27盛大登场，也才推出因上届热销的产品，不管是会当调整各种角度的电动眠床，或者是眠床适合热天，会当明显感受凉爽的材质布料等等，拢成为会场焦点。当然，对着无闲的现代人来讲，下班会当坐一组舒适的躺椅，轻松看电视，以及选买一张眠床，困一醒到天光，拢相当要紧。目前最畅销的这一张，对，它可以完全的释放压力，尤其是针对脊椎有受过伤、开过刀的客人。然后生鸡蛋做不破的原因呢，就是因为它的释压效果非常好。那模拟我们神经血管。鸡蛋就模拟我们神经血管，我们放在床垫上面做不破的话，基本上它的就像我们如果受过伤，你躺在床垫上面，你比较不容易疼痛，不容易翻身的话，那你的睡眠的深层效果会比较好。展场当中，各式各样的原木精品家具，完全无用定矮高法，加上款式多元，卖当随人客要求定做，成为一大特色。我们的桃花心木的大板，它是可以客制化的定做，而且40几年的老师傅他会做卡榫的部分，好不打钉子。吧台的部分也可以客制化为中岛，现在设计师很喜欢中岛，它可以当餐桌用，好也可以当吧台，所以我们的定做是可以尺寸的客制化，高低的客制化，但材质就是桃花心木。业者表示，虽然原物料逐项起甲去年比起来有调整的2成，不过建议民众用升价专案搭配购买，会当俗2到3成。加上购不满5000，就有机会抽抵回手表等奖品。欢迎民众把3月24到27这4天，前往东东宴会场来参观选买。台南新闻管制采访报道。